出去采买布匹，秋月忽然咦了一声：“怎么了？”我低声询问。秋月说：“小姐，奴婢刚才好像看到了世子爷。”见我神色悲伤，他赶紧道：“奴婢该死，明知道世子爷是小姐的伤疤，居然还提他，定是奴婢看错了，世子爷早就死了。”我轻轻叹了口气：“无妨。7年前，我刚嫁入侯府，夫君周维海与宁王嫡子发生冲突，大打出手。宁王嫡子被打断腿，周维海惊惧下逃出侯府，再也没回来。家丁在河边发现他的鞋子，又听人说看到周维海落水。侯府发动人到河里打捞，最终一无所获，所有人都以为周维海死了。一开始我不死心，继续派人沿着河流搜寻。半年后，婆母劝我：“文轩，别找了，我儿真死了，你再这样下去，只会让人看我们侯府笑话。”说着哭出声。我怕他伤心，便撤了人手，心里盼望出现奇迹，希望夫君某日能忽然回来。时光流逝，7年已过，我不得不相信周维海已经死了。这时代，女子守寡，为府守孝满3年可以改嫁，但必须经过夫家同意。我17岁嫁入侯府，守孝3年，已是20岁的老姑娘。守孝期满，娘家提出让我改嫁，侯府坚决不同意，两家人闹得十分难堪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想要我的嫁妆，倘若我改嫁，就会带走嫁妆，他们一无所获。这一拖，便把我生生拖到了24岁高龄。高龄又是寡妇，改嫁必然嫁不了好人家。至此，我和娘家都歇了改嫁的心思，专心在侯府伺候公婆，照顾一家老小。买完布匹，我和秋月走出店铺没多久，眼角的余光忽然看到人来人往的街道上，立着一道熟悉又陌生的身影。那是一名身穿紫衣的男子，衣服料子极好，生活应该过得富足。男子站在簪子小铺前，拿起一根玉簪，插到旁边的女子头上。女子羞涩地摸了摸簪子，抬头道：“好看吗？”“好看。”男子侧过脸，温柔地盯着女子，眉目含笑。看到他脸的瞬间，我如遭雷击，僵立当场。那是周维海。秋月也看到了，小声说：“小姐，奴婢刚才瞧见的就是他，和世子爷挺像吧？”“是挺像。”我喃喃自语，“不止像，简直一模一样。身形眉眼，鼻梁嘴唇，就连侧头时脖子上露出的一小颗痣，都和周维海完全吻合。世上真有如此相似之人吗？”我定定神，吩咐秋月将布匹放回店内，待会儿再取，然后带着秋月远远跟着那对男女。心里有个声音说，那就是周维海，可脑子又很疑惑。倘若他真是周维海，为何7年不回家？他身边与之形同夫妻的女子又是谁？怀着满腔疑问，我和秋月偷偷跟着那对男女7绕8绕，一路走到清辉巷子里，眼睁睁看着2人进入一家宽敞小院。我后退一步，抬头打量院子，转头问秋月：“我记得侯府在清辉巷子有个小院儿。”秋月摇摇头：“奴婢不知。”心里沉甸甸的，我带着布匹回到侯府。刚进堂屋，便撞见小姑子周维香。周维香才15岁，却被养得刁蛮无理，贪婪无度。见到我，眼睛一亮，冲上来道：“大嫂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然后一把夺过秋月手里的布匹，
啊，居然是织金装花缎，我要了。我皱眉，香儿，这是婆母要的东西，准备送给娄夫人的礼物。周维香抱着布匹不撒手，嘟嘴：“我不管，我就要。你再买一匹呗。”我还想再劝，婆母进屋，冷着脸对我说：“她要就给她。”我迟疑，可是婆母不是说要给娄夫人祝寿，特意准备织金装花缎吗？那你为何只买一匹？婆母不由分说指责我，多买2匹不就没事了？我抿唇，又是这样，不管事实如何，最终错的总是我。秋月辩解：“夫人，店家只剩1匹织金装花缎了，还是少奶奶求了好久才求来的。”住口！婆母身边的张嬷嬷冲上来扇秋月一巴掌。主子说话，一个贱婢竟敢插嘴！我赶紧拦住嬷嬷，走到婆母跟前扶了扶身：“是儿媳不对。”婆母脸色稍霁，挥挥手道：“送不了装花缎。我记得你嫁妆里不是有顶金丝冠吗？拿去做礼物吧。”说完，他便挥手让我退下，不给我任何反驳的机会。我动了动嘴唇，应道：“是。”带着秋月退下，我回到院子里替秋月上药。秋月哭哭啼啼，我心疼地问：“很痛吗？”秋月摇摇头：“奴婢是替小姐委屈。这些年，他们越来越过分，处处欺负小姐，盯着小姐的嫁妆薅，还逼着小姐回娘家拿银子，当真无耻至极。”我心头一酸。自从娘家闹着让我改嫁后，侯府便翻了脸，对我诸多挑剔。后来确认我没法改嫁，他们更是连面子都不屑维护，明着欺负我。这世道，女子没嫁对人家，就是这般难熬。给秋月敷完药，刘嬷嬷拿着账本走到我面前：“小姐，账本拿来了。如今侯府有我执掌中馈，面上好听，实际上侯府早就空了，是掏我自己的嫁妆养着一大家子。因钱财吃紧，我对账目特别敏感。翻看账本，找到了。账本上记载，清辉巷子每个月支出30两银子，连续支出1年。听说是夫人的远房亲戚住在这儿，刘嬷嬷是我的陪嫁嬷嬷，解释道：“小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我低头沉思。侯府虽让我掌中馈，但贵重的房契、地契、铺子全都在婆母手中。我记忆力好，曾经查看房契时见过清辉巷子的房契，但只看了一眼就被婆母收走了。和周维海长相一模一样的人，住在疑似侯府的庭院里，每个月支出30两银子。我不信世上有这么多巧合。我抬头：“刘嬷嬷，拜托你件事。”小姐您说。我让刘嬷嬷找外面的人监视清辉巷子那边，秋月为她指路。刘嬷嬷领命而去。之后，我依旧不动声色的生活，一切如常。3日后的夜里，刘嬷嬷急匆匆走进屋内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今侯夫人去了清辉巷子的庭院。”我颓然坐在椅子里。婆母去了清辉巷子，足以说明那个男人就是周维海，而且婆母知道他没死。小姐，还有件事。刘嬷嬷欲言又止。我深吸一口气：“你说。”刘嬷嬷咬咬牙道：“我们的人说，侯夫人进门抱住了一个孩子，口中叫他乖孙。”我如遭雷击。在刘嬷嬷监视清辉巷子那3日，我联系上哥哥，让他们打听宁王的事。后来得知有秘密消息，宁王1年前曾在宫内冲撞太后，失了圣心，
最近传出他极有可能被贬入边荒。此等朝廷密事，我这个不受宠的内宅妇人自然不知晓，但婆母那边肯定听到了风声。账本上，清辉巷子的支出也是1年前开始过了明路。将所有蛛丝马迹串在一起，我推测，周维海当初打断宁王嫡子的腿后逃跑，假死脱身。等风声过后，他再联系上侯府，因为周维海失踪半年后，婆母忽然叫我撤走寻找的人。直到1年前，宁王示弱，传出被贬斥的消息，周维海便赶回京城，住在清辉巷子。侯府觉得宁王早晚得走，放松警惕，干脆让我直接出钱养他和女人、孩子，简直欺人太甚。确认了大部分真相，我立马写信给哥哥，让他去调查周维海。此事不敢告知父亲。2年前，母亲又为我改嫁之事和侯府谈判，被婆母和周维香气得当场吐血。回去后便病重而亡。母亲死后，父亲被迫娶了位厉害的继母。父亲是皇商，那位继母是太后姻亲，一直守寡。太后想要赵家，强逼着父亲娶了继母。赵家被继母把持，父亲自身难保。这也是侯府欺我辱我，我只能默默忍受的原因之一。还好哥哥已经搬出去打理生意，能行个方便。哥哥得了我的信后，派人调查清辉巷子庭院之人，很快回复：文轩，如你所料，住在里面的人是1年前从永城来京城定居的。庭院里拢共住了4人，一个是周维海，一个叫韩小莲，他们对外称是夫妻，生有一个7岁小儿，还有一个唐嬷嬷。那个唐嬷嬷是从你婆母娘家唐家出来的，曾经伺候过你婆母。1年前，宁王犯事后，他们便秘密回到京城，恐等宁王离京，他们就会正式回来。和哥哥接完头，回到侯府，我再也坚持不下去，跌坐在榻上。永城唐家是婆母的娘家，周维海他们一直住在永城，婆母早就知晓真相。周维海和韩小莲的儿子已经7岁了，说明在我嫁入侯府前，韩小莲早已怀孕。他们是骗婚。意识到这些，我脑子一阵眩晕，等醒过来，已是第2日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秋月红着眼睛问。我恍惚起身，声音嘶哑地问道：秋月，你觉得我待侯府如何？秋月说：小姐，您掏心掏肺，无任何过错。我呆呆地问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明明知道周维海没死，且养了女人生了孩子，却不给我透露消息，也不放我改嫁。这些年，侯府天天欺辱我，用我的嫁妆享受荣华富贵。母亲被他们气死，他们真狠的心啊！我嚎啕大哭，秋月也哭了。女子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只有贤良淑德，才会讨夫家欢心。从小母亲这样说，她临死前还教导我，只要我没改嫁，即便婆婆诸多刁难，也要克己守礼，听话顺从，因为这世道的规矩就是如此。我听她的，哪怕在侯府过得再难，我也咬牙忍受。如今，我开始怀疑自己接受的一切教育是错的。倘若贤良淑德才能得到夫君的爱，那周维海为何对我无情无义？韩小莲无媒无聘，婚前苟合，分明是个无德之人，周维海却愿意为她假死脱身，与之团聚。婆母明明知道真相，却愿意为2人打点，欺我辱我。
我克己守礼，奉献一切，却讨不到半点好。知晓真相，我一时间接受不了，病了几日。那段时间，我经常做梦，梦里是母亲的教诲，书本上的规矩，长辈们的劝诫，以及7年来侯府的点点滴滴。醒来后，我让秋月翻出女戒、女德，放在炉子里烧掉。望着明亮的火舌，看着书本被一点点烧成灰烬，我心里某些陈旧的、坚信的东西破碎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新生。很快，娄夫人的生辰宴到了，婆母带着我和小姑子周维香前去赴宴。临进门前，婆母问我：“礼物都准备好了吧？”我恭顺回答：“依婆母的意思，献上金丝冠。”婆母满意点头：“你也就这些方面有点用。”她觉得我唯一的优点是有钱。金丝冠乃我陪嫁中贵重物品之一，纯金打造，价值不菲。婆母毫不客气地开口：“借花献佛，想替侯府挣面子和前途，却对我处处贬低。以前的我肯定吃了这亏，但今日吃亏的谁，犹未可知。”进入娄家，婆母抱着匣子献礼，娄夫人当场让人打开，一群贵妇都惊讶道：“居然是金丝冠，纯金的冠子，上面还镶嵌了珍珠宝石，真漂亮啊！”娄夫人露出微笑，侯夫人有礼。咦，这时打量金丝冠的某个贵妇人忽然道：“这冠内有字。”另外一个贵妇人翻看金丝冠里面，仔细念出里面的小字：“愿女儿赵文轩姻缘顺遂。”念完后，屋子里安静下来，众人面色诡异地看向婆母，又看向我。娄夫人问：“我记得长宁侯府少奶奶就叫赵文轩吧？这顶金丝冠是少奶奶的陪嫁？”婆母面色铁青，周维香脸挂不住，嘴硬道：“才不是，这是我们侯府的东西。”我暗笑，周维香性子蠢恶，在家里作威作福惯了，急躁起来不看场合。那顶金丝冠原本是无字的，是我派人抓紧时间刻上字，就为了今天。听到周维香的话，众人眼中更加鄙夷。刻上名字，明显是私人物品，他居然敢当着众人的面反驳。儿媳的陪嫁，却拿来充作侯府的礼物，当真可笑至极。一些原本看中周维香，想让她做儿媳的贵妇人，当即摇头，打消了心思。周维香看到众人脸色，当下也明白几分，赶紧拉着我，偷偷掐我胳膊道：“嫂子，你说话呀！”婆母也急道：“文轩，你来解释。”他们无非打着让我说出主动将陪嫁献上的心思，我会让他们如意的。我上前一步道：“之前侯府知晓夫人喜欢织金装花缎，想以此献礼，派我去寻布匹。我寻了布匹后回府，被小姑子瞧见拿去了，说要做衣裳。”众人的目光又转向周维香，她穿的正是织金装花缎做成的裙子，看起来富丽堂皇，想忽视也忽视不了。布匹没了，时间紧急，侯府又不愿意怠慢夫人，我便做主将金丝冠献作礼物。这顶金丝冠的确是我去世的娘亲特意留给我的陪嫁，祝愿我姻缘顺遂。如今我愿意献给夫人。我眼圈微微发红，一边说着主动献出，一边依依不舍地盯着金丝冠。任谁瞧了，都知晓我有多么不情愿，多舍不得。娄夫人看我一眼，合上匣子，退给我道：“既是王母之物，少奶奶还是拿回去吧，
我绝不夺人所爱。”婆母脸色铁青，周维香气得大叫：“赵文轩，你胡说！”众人又是皱眉。小姑子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嫂子大呼小叫，还直呼名讳，简直放肆到极点。在公众场合都如此，可想而知，在侯府的嚣张成什么样。我一愣，小心翼翼道：“香儿，那我该怎么说？”周维香气急跺脚：“妆花缎是你主动给我的，金丝冠也是你自个儿愿意给的。”我连连点头，唯唯诺诺道：“是，都是我自愿的。”众人的眼神更加异样。婆母不常带我出门，带出门我必须穿她指定的素色板正衣服，头饰也只能戴一样，让我在一堆贵妇人中毫无存在感，甚至像个丫鬟。她不让我说话，见人就贬低我这儿媳妇就是个庸俗蠢笨的，因而我在贵妇圈里是个不爱说话、庸俗蠢笨的人。如今我这番表现，倒十分符合她费心替我塑造的形象。你，周维香急得还想说话。婆母出声：“够了。”她勉强笑着向娄夫人告辞，灰头土脸地带着我和周维香回家。赵文轩，你居然敢害我！刚踏入侯府大门，周维香便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扬手朝我打来。这2年，周维香待我越来越跋扈霸道。第一次打我的时候，她有点惊慌，然而婆母却站在她那边责备我，无人替我出头。此后，她便更加放肆。当周维香的手将要打到我脸上时，我退开一步，一巴掌扇过去，将周维香扇得摔倒在地。此举惊呆众人。“你干什么？”婆母脸色大变。周维香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捂着脸不可思议地尖叫：“你打我！你害苦我，居然敢打我！”她哪里受过此等委屈，冲上来又要打。周维香为了正面，穿的是妆花缎制作的繁复裙子，我一脚踩在她裙摆上，她便尖叫着摔倒了。赵文轩，婆母气得让身边的婆子帮忙。我淡淡道：“婆母，我是为香儿好。”周维香起身后，脸上都是泥，狼狈至极。“啊！你个贱妇，把我弄成这样，还说为我好！”周维香几乎要跳起来。我对愤怒不已的婆母道：“婆母，你若再继续放任周维香如此跋扈，她一辈子都别想嫁个好人家。”今日周维香的表现，想必婆母都看在眼里。你觉得那些贵妇人看到她如此泼辣，会让她嫁入高门吗？周维香和婆母都愣住了。周维香先反应过来，指着我委屈又愤怒地骂道：“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为何要说我抢走妆花缎？”我淡淡看他一眼：“不是你让我说的。那种场合，我害怕的不了，只能实话实说呀。”你，周维香跺脚：“废物一个！那点场合就害怕了？”婆母责骂：“她不会觉得自家人有错，有错的总归是我。”她气冲冲质问：“我且问你，那金丝冠为何有字？”我说：“一直都有字。”婆母鼻子差点气歪：“既然有字，你还拿出来当贺礼？若是金丝冠没出问题，香儿不会出丑，娄夫人肯定高看我们侯府一眼。你把一切都搞砸了。”我无辜道：“婆母，那么贵重的东西，我一直保存在盒子里，谁知道里面居然有字呢？是你让我拿金丝冠做礼物，我才拿出来的，并不清楚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何况我拿出金丝冠就给了你，你抱着那么久，
不是也没发现里面有字吗？出了事，为何独独责怪儿媳？婆母不可置信地盯着我。好啊，你竟敢顶嘴！如果婆母不满意，那好，我马上回楼家，告诉娄夫人都是我错，事先没有把字给去掉，害得侯府丢脸。说完，我转身朝侯府外面走，一群人赶紧拦住我。如今就算回去解释、追究责任，也挽回不了侯府声誉，只会越描越黑。闹了一通，婆母和周维香只能吃了哑巴亏。我回到听和院，第一次觉得解气，不再守那些借条，真的好爽快。秋月担心，小姐，您这样得罪侯府，会不会以后不好过呀？我说，以前我处处忍让，又好过到哪里去？如今我光脚的，不怕穿鞋的。娄夫人的寿宴过后，长宁侯府用儿媳嫁妆充面子的事传遍了贵妇圈，成为笑谈。偏偏我这个儿媳还是个寡妇，无儿无女，我的陪嫁就是我未来的唯一依仗。原本抢夺儿媳嫁妆已经够丢脸了，还抢人家无子嗣的寡妇的嫁妆，不止厚脸皮，而且狠毒。趁此机会，我让刘嬷嬷派人到处宣传侯府一直用我嫁妆养家，还欺辱我之事。就连周维香在家里打我的事，也一并放出去。事情越闹越大，后面不用我放风声，一些知晓实情的人也忍不住嚼舌根，说出内情。我听人说，原本长宁侯府少奶奶守孝3年要改嫁的，娘家人也向侯府提了，结果侯府硬是不放人，少奶奶的娘亲被活活气死了呢。如今看来，他们不放人，是怕少奶奶改嫁带走嫁妆，他们没得吃喝吧？侯府居然欺负一个寡妇，简直可恨！少奶奶太可怜了，被人吸血，还被人欺负。一时间，长宁侯府被人唾弃，婆母苦心经营的形象毁于一旦。听到这些消息，婆母气得半死。让她更气的在后面。门阀大族最重名声，周维香在娄夫人寿宴上如此跋扈，又在侯府内欺负嫂子。此等流言过后，原本有些想提亲的人家谢绝了婆母邀请，表示不愿意联姻。周维香知道后气哭了，婆母也气得砸碎一个花瓶。我在屋里整理近些年花出去的钱，婆母身边的张嬷嬷气势汹汹地跑来传话：“少奶奶，夫人病重，请你过去侍疾。”我疑惑，婆母身体强健，怎会突然病重？去了后才发现，婆母脸色红润，目光炯炯，哪有生病模样？但她不肯起床，对外宣称我将她气得病重，非要我伺候汤药。婆母用这一套压儿媳，的确好用，我只能听她号令。不出所料，婆母极其作妖，一会儿嫌汤热了，一会儿嫌汤冷了，一会儿让我做这，一会儿做那，总之绝不让我好过。还让我出钱买药买补品，张口就要100两黄金。我自然不肯，婆母直接将汤药泼到我脸上，淡淡道：“重新熬。”我知道她在为娄夫人宴会上的事报复我，默默退下。等我又端着汤药回来，无意中听到婆母和张嬷嬷谈话：“夫人，您这般折腾少奶奶，万一传出去……”哼，儿媳伺候婆婆，天经地义。当年我也做过儿媳，如今当了婆婆，之前在婆婆那里受的委屈，就得从她身上千百倍讨回来。我折磨她是应该的。是。婆母歇了口气，不过的确不能再等了。
外面那些人说我们欺负寡妇，我得让我儿赶紧回来。那女人做不成寡妇，看那些人还敢嚼舌根。等我儿回来，赵文轩那贱人就留不得了。当初见他听话才留着，没想到是调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坏了侯府名声，也害了乡。早知道当初就该弄死他，一了百了，陪嫁也是我们的。我在门外冷笑，想弄死我，那就看谁先弄死谁吧。周维海已经死了，还想回来？做梦呢！前些天哥哥给我传信，布置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该进行下一步行动。伺候婆母时，我做低府小，献上100两黄金，他总算高兴了，不再折磨我。我终于寻得空闲，晚上我乔装打扮一番，悄悄出了侯府，在清辉巷子口遇到接应的哥哥。小妹，真要这么做吗？他有些迟疑。我说，无毒不丈夫，他们先害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哥哥点点头，叫出个老妇人，让他去敲庭院的门。不久，院门打开，老妇人焦急道：“夫人病重，怕是不行了，还请世子爷赶紧回府一趟。”开门的唐嬷嬷比较机警，为何不是张嬷嬷来？我没见过你。老妇人道：“张嬷嬷照看夫人，实在走不开，才悄悄派我来。这是信物。”她拿出一条抹额，那是我失疾时从婆母身边拿出来的，她常用的物件。最近婆母想折磨我，故意让人到处宣扬她被我气病，快要死了。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都说她病重，周维海等人肯定知晓。如今老妇人拿着信物上门，唐嬷嬷一看就信了，连忙进门去通知。不久，周维海急匆匆从里面走出来，快带我回府。乌漆墨黑的夜里，他看不清周围景象，在老妇人指示下上了旁边的马车。马车悄悄从清辉巷子离开，我和哥哥跟在后面，一路走到准备好的别院里。这地方偏僻无比，周维海一下马车发现不对，想要喊叫，却被身边的人敲晕，将人拖进屋。我望着这个无情无义的男人，冷冷道：“打断他的四肢，弄哑他，再将他的脸烧烂。先别弄死了，我要让他活着感受地狱。这群害死我娘亲、折磨我之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”打手挑断周维海的手筋脚筋，又割掉他的舌头，弄哑了他，再往他身上泼油。我拿起一根柴火，亲手点燃了周维海。不是喜欢当死人吗？那就彻彻底底死去好了。剧痛下，周维海清醒过来，痛得在地上翻滚，但他说不出话，只能无声惨叫。见烧得差不多，我让人泼水救他。他终于看清我的面容，眼里露出恐惧之色。我蹲在他身边笑道：“夫君，好久不见，想不想我？”他拼命摇头：“不想啊。”我冷笑着说：“这7年，我可想你得紧。”站起身，我踢了他一脚，吩咐：“稍微治一下，扔在侯府门口。”做完一切，我回到侯府，依旧如常，但我的心已经变得比石头还硬。婆母的病终于在收到请柬时忽然好了很多，能下床了。最近大家都避着她，难得有人相请，她怎能错过改变印象的机会，便不再装相。周维香自然也要去。这次婆母不带我，怕我又乱说话，败坏名声。走到侯府大门时，她冷冷地吩咐：“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留下来看家。”我恭敬道：“
是。这时，门口忽然艰难地爬过来一道人影，那道人影浑身漆黑，脏兮兮的，完全看不出原本模样。哪里来的乞丐？周维香皱眉，躲开那人。那乞丐不死心，嘴大张着啊地说话，继续朝他和婆母方向爬。眼看着要碰到他的脚，周维香惊叫一声，用力将乞丐踹开。别碰我！婆母也冷冷道：“还不快把他弄走！什么人都敢往侯府门口凑，脏了我侯府的门楣！”两个婆子立即上前驱赶，动作粗暴。乞丐呆住，而后拼命张嘴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流。婆母和周维香急着参加茶话会，怎么会看一个又丑又脏的乞丐的暗示？还不快拖走！婆母和周维香厌恶地下令，走下台阶，上了马车。等两人扬长而去，我走到乞丐身边，用两人听到的声音说：“世子爷，听到了吗？你这样的人会脏了侯府的门楣。”说完，我站起身，指着不远处的街边道：“看这乞丐可怜，先弄到那儿去吧。以后每日给他一个馒头，别饿着了。”周围的人听到我的吩咐，纷纷夸奖少奶奶真心善。我微笑以对，坦然接受众人的赞扬。周维海绝望地被人拖到街边，他爬过来已经费尽力气，没想到娘和妹妹居然一点儿也认不得他，还凶神恶煞地将他赶走。以前这两人待他都很温柔，他哪里见过二人如此冷酷的模样？他十分伤心。我望着他，唇边勾起一抹笑。侯府的冷酷都是对我的，如今该轮到你了。周维海流着泪，蜷缩在街边偷偷哭泣。我心情极好，走过去问：“侯府不认你，要不我送你回清辉巷子，看看你心爱的韩小莲以及儿子认不认你啊？”周维海抬起头，浑身颤抖。我一看他的眼神就明白，他想回去。既然想回去，那就如你所愿。我站起身，微笑。我派人将周维海拖上马车，带着他前往清辉巷子。即便周维海失踪了几日，被弄成如今这副伤残模样，都无人报官。他们从永城回到京城，秘密住在清辉巷子，隐瞒身份，不与人相交。除了韩小莲等，谁都不知道他失踪了。他们甚至不敢报官说他失踪了，否则就会泄露他的身份和秘密。所以，我和哥哥才能毫无负担地将周维海弄残，也不怕官府追究。周维海是个死人，官府怎么可能追究一个死人的去处呢？将周维海扔到清辉巷子庭院，我站在附近观望。他艰难地挪到大门口，用头急切撞门。门打开，这次出来的是韩小莲。我第一次看清楚这个女人的面容，长相清秀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身上穿着低调却料子极好的衣服，头上戴着……我挑眉，竟然戴着我的陪嫁，一只红玛瑙蝴蝶玉簪。前几日清理嫁妆，少了好多东西，正在一一追查去处，没想到他这儿也有。韩小莲见到门口的周维海，惊叫一声，想要关门。周维海在侯府门口受挫，此时哪肯放弃，赶紧将头伸进门缝里。韩小莲怕把他夹死，打开门，气急败坏道：“哪里来的脏东西，快滚开！”这时屋内听到动静，里面的唐嬷嬷和周维海7岁的儿子跑出来，看到此情景，立即怒了，冲上来对着周维海拳打脚踢。尤其是他儿子，小胖墩一个，
气势汹汹地对着周维海踢了好几脚，一边打一边骂：“臭乞丐，烂乞丐，竟敢吓我娘！还想进我的院子，恶心！滚，快滚！”周维海拼命地呀呀，用尽力气比手势，但他手已经废了，手指扭曲，根本比不出样子。三人不理，直接对他拳打脚踢一番，又推出去，哐当一声关上门。周维海趴在院子门口，无声流泪。我看了会儿热闹，走过去笑吟吟道：“看来他们也不认你呢。”周维海抬头，死死盯着我，眼睛里面全是恨意。我毫无波动，笑着说：“如果你的娘亲妹妹韩小莲有丝毫的良心，见到你这么惨的人，虽然会吓到，但也不会拳打脚踢，甚至可能会给你点吃的。他们没有这么做，只能说心肠本就是歹毒的。”周维海依旧死死瞪着我。不信，那就试试吧。我让人将他扔到附近一扇门前，不一会儿，一个妇人打开门看到他，吓了一跳，哪里来的乞丐？见周维海爬行困难，他叹了口气，转身回屋去拿了半个馒头给他。走吧，我也只能帮你这么多。周维海拿着馒头，眼神呆滞。等妇人离开，我走到周维海面前道：“看到了吧，心善之人见到你，虽然不喜，却也不会打你，还会给你吃食。你的好女人、好儿子、好母亲、好妹妹是怎么对你的？”周维海像是失去了力气，瘫在地上。走吧，将他送回侯府。我心满意足地说。周维海被扔到侯府附近当乞丐，家近在咫尺，却进步的六亲也不认。当初他们不让我改嫁，让我有家不能回，如今我也要他回不去。晚上，婆母和周维香春风得意地回来了，看来茶话会过得不错。周维香又找我要钱，我要买新衣裳和首饰。我说：“库房里还有几匹布料，你拿去做衣裳吧。”“不，我要银子。”周维香警惕地说：“谁知道你那些东西上有没有刻字？”这个小姑子伸手伸习惯了，也长进了些，不再要东西，而是要银子。我点点头：“行吧。你要多少银子？”周维香眼珠子乱转，开口：“100两。”100两。秋月倒吸一口气，做衣裳哪要100两啊？周维香垮下脸，一个贱婢敢顶嘴，是不是还想被打？他转过头对我说：“过段时间我要去春申宴，听说皇子公主都会来，衣服必须得贵重。嫂子，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你不会不管吧？”我点点头道：“秋月，去账上支取100两银子给香儿。”周维香这才喜笑颜开，拿了银子，他高高兴兴离开了。秋月不满道：“小姐，做衣裳哪用那么多钱？他分明是挖你的钱，充实自己的小金库。还有上次侯夫人居然要100两黄金买补品，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小姐的嫁妆根本撑不了2年。”“无妨。”我淡淡道，“拿了我的钱，总得付出代价。”第二日，刘嬷嬷回来，沉着脸道：“小姐，外面风向变了。”“怎么回事？”我问。刘嬷嬷说：“昨日侯夫人和周二小姐参加茶话会，两人添油加醋说你气病了侯夫人。侯夫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抹黑您，还嚷嚷自己快要死了云云。又说你生活奢侈，不会执掌中馈，将侯府里的钱都败光了。为了弥补，才特意提出用金丝冠做生辰礼送给娄夫人，
结果在宴会上又故意败坏侯府名声。我放下账本，外面的人信吗？侯夫人做出一副大病初愈的模样，好多人都瞧见了。金丝官一事众说纷纭，但您气病他一事，大家都是信的。他们太过分了。秋月愤愤不平。这世道，孝道两字压死人。老钱婆抠门恶毒，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，刮走我多少银子，还想等周维海回来弄死我。我不会再客气。我对刘嬷嬷说，你带上钱，将京城最有名的大夫都请过来，能请多少请多少，尤其是回春堂的陈大夫，一定要请来。好的，小姐。刘嬷嬷匆匆离开，大张旗鼓地去请名医给婆母看病。我又让哥哥派人到处说闲话。这侯夫人早不病晚不病，偏偏娄夫人发现她用儿媳陪嫁充侯府礼物后就病了。你们说奇怪不奇怪？其他人都是家丑不外扬，长宁侯府的侯夫人却每次都出去贬低儿媳妇，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儿媳妇不孝。你们说他们是不是有仇？当然有仇了。当初人家赵大小姐刚嫁过去就当了寡妇，老老实实守了3年孝，提出要改嫁，侯府不肯放人，两家闹得很难看。赵家夫人后来被气死了呢。难怪如此，可想而知，侯夫人得如何折磨赵少奶奶呀！一番操作，舆论不再一面倒。处理好事务，我走到大门口，亲自给周维海一个馒头。世子爷，侯府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他恶狠狠盯着我，用力扔掉馒头。其他乞丐蜂拥而上，抢走了。我笑道：你不吃，那就饿着吧。正巧刘嬷嬷带着大夫们浩浩荡荡地回来，我迎上去，将10几个大夫迎进大门。婆母最近病得厉害，府医无用，劳烦大夫们帮忙瞧瞧。夫人放心，我们自当尽力。我给的钱充足，他们自然肯尽心办事。于是我带着他们浩浩荡荡奔赴婆母的院子。婆母靠在榻上喝茶，见到一大群人走进来，吓了一大跳。赵文轩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上前道：婆母放心，这些都是京城有名的大夫，来替您治病的。然后吩咐大夫快去替婆母瞧瞧。婆母慌乱道：我有府医，用不着其他大夫。我说：婆母一直不见好，京城都在传我气病了你快要死了，说明府医无用，治不了你的病。儿媳便找了最有名的大夫替你看看。婆母，难道你宁愿死都不愿意治病？为什么？众人的目光变得异样起来。婆母脸色一阵青一阵红。我的时间很紧，待会儿还要替贵人看病。我先来回春堂的陈大夫性情古怪，刚直不阿，直接上前把脉。走开！婆母迅速躲闪。这是为何？陈大夫皱眉。我不需要你们治。那不行，我已经收了定金，总得看看再走。婆母气得脸都要歪了，这个陈大夫简直油盐不进。我在旁边暗笑，正因为了解陈大夫的为人，我才特意找他来。婆母有些讳疾忌医。我轻轻叹气，陈大夫来劲儿，那就更得看看。说完准备上前，婆母气得受不了，从榻上跳起来，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。她一通爆发，让人面面相觑。陈大夫愣了会儿道：京城传言侯夫人病得快死了，缠绵病榻，无法起身。如今老夫瞧了，
侯夫人精神矍铄，行走无碍，声音中气十足，面色红润，完全不像重病之人啊。其他大夫也纷纷点头，的确不像重病。外面传的被儿媳气得快要死了，看来是谣言。婆母僵住，我看了一眼秋月，秋月忽然道：“这谣言还是侯夫人身边的张嬷嬷放出去的呢。”刘嬷嬷拉着一个说书的进屋，就是这个人。那说书的看了一眼张嬷嬷，就是他，给了我10两银子，让我拼命抹黑赵少奶奶，说少奶奶不孝，将侯夫人气病了。张嬷嬷惊慌失措：“不是我没有。”众人这时也明白，我今日请他们来，并非看病，而是看戏。胡说八道！婆母气得脸涨红。婆母，你到底有没有病？大夫这么多，你就看看吧。倘若不敢看，那就是心虚。我说。赵文轩，婆母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像是要把我吃了。你敢不敢让大夫看病？我只逮着一句问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婆母憋红了脸，说：“看就看，我有病，我经常头晕。”观他表情，恐怕恨不得自己马上要病死。陈大夫第一个上前把脉，片刻后，他收回手说：“侯夫人身体暂时康健，只是肝阳上亢之症有点严重。”话没说完，婆母立即大声道：“对对对，我有病，都是赵文轩给我气出来的。”众人都用看蠢货的眼神盯着他。你们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气出来的。婆母嚷嚷。侯夫人，人一旦年老，大多都会有肝阳上亢之症，你还说头晕，更是佐证病症。这是一种慢性病，此病发展缓慢，须得上10年功夫才能呈现病症。少奶奶前些天才气你，你哪能突然就患上？陈大夫说，你的肝阳上亢之症已经很严重了。我劝夫人以后心平气和，莫要心思过重，更不要经常生气，否则经脉绷得太紧，真有可能诅咒成真。什么诅咒？你不是让人到处传自己快要死了吗？自己咒自己死的老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陈大夫给他一个白眼，提着药箱离开。他走后，其他大夫上前替婆母把脉，得出同样结论。等大夫们走后，婆母气得砸碎了茶杯。我带着秋月、刘嬷嬷离开，又给说书先生一笔钱，让他走。少奶奶放心，我会将今日之事一字不漏讲出去。说书人道。我含笑点头。今日能顺利解决，还要多亏哥哥。婆母气病的消息传得那么快，肯定有人推波助澜。哥哥很快替我寻到说书的，送上门来，刚好与我找的大夫一起双管齐下，撕破婆母的伪装。说书的得了钱，也明白我的意思，回去便绘声绘色地讲述侯府发生的事。大夫们也四处议论，婆母的脸都快丢尽了。上次事情余波未尽，这次又兴风作浪，众人都不屑与之为伍。从那天起，再无人给婆母发请柬，她被贵妇圈彻底抛弃。婆母听到外面传闻，又被贵妇抛弃，这次真气病了，躺倒在床上。她没有请柬，周维香更不可能有，自然没法参加聚会。我故意将春申宴请柬发完之事告诉周维香，她不可置信地说：“可我没收到请柬啊！侯府现在这个名声，怎么可能给你发请柬？”说完，我便离开了。周维香满心期待的春申宴打了水漂，在屋子里嚎啕大哭，哭了半天，又跑到我院子里闹。
赵文轩，你个贱人，看你干出来的好事，都是你败坏侯府名声，害苦了我。你个狼心狗肺的贱人！”他骂得十分难听，情绪激动到极点，出口成脏，完全不像个大家闺秀。我也不明白，侯府为何将她养成这副性子。之前我嫁过来时，为此批评过周维香，结果她怀恨在心，处处欺辱。我不敢说话了，她便得意非凡，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却不知那副性子放在家里可行，出去了只会让人讨厌。今日她骂得尤其难听，因为春申宴就是变相的贵族相亲会，适龄贵族男女受邀参加。周维香盘算着，打扮得漂漂亮亮去，万一被某个高门贵公子瞧上，有了情意，就有可能飞黄腾达。他准备了好久，想在春申宴出风头，如今梦破碎了。周维香骂得痛快，却不知道我的院子里有位夫人。这位夫人是京城里很喜欢替人做媒的人，我特意送她贵重礼物，请到侯府里，主要谈周维香的婚事，让她亲耳听到周维香如何骂我的。夫人大吃一惊：“少奶奶，这……”我抢笑，她只是一时情急罢了。这种女人，我若说给别人，别人不得恨死我。少奶奶，你这个媒，我做不了。夫人站起身，我得赶紧告诉别人去，千万别娶这样的女人。我假意阻拦，夫人坚持要走。等她走了，我收起表情，转身回到庭院。我说过，拿了我的钱，总得付出代价。媒人的嘴巴很快。周维香在娄夫人宴会上已经出过一次丑，这次再被媒婆大肆宣扬她出口成脏，不敬长辈之事，高门她是永远也别想进去了。我故意将周维香被媒人拒绝之事传给婆母听，她肝阳上亢，气急攻心，竟然一下子晕倒，醒来已有中风之象，半边身子麻痹，连坐起来都困难。我这个儿媳妇理所当然的去世急。婆母的精神依旧很好，躺在床上破口大骂，说我害了周维香。我静静听她骂完，道：“我好心花重金请来媒人，替周维香张罗婚事，婆母竟然怪我。你张罗什么婚事了？礼部侍郎家的嫡次子，明明都快谈好了。周维香自己跑到我院子外面叫骂，让媒人听了去，吓坏了媒人，是他自己搞砸了一切。”婆母愣了一下，继续骂：“你什么时候说媒不好，偏偏要在香儿生气的时候请人过来？”我心头冷笑，这就是侯夫人，永远维护家人，溺爱孩子，将所有过错推到别人头上。香儿生气，得怪婆母呢。我说，若不是婆母故意装病害我，传得沸沸扬扬，导致香儿收不到春申宴的请柬，她就不会发火。她不发火，就不会大骂，也不会被媒人听见搞砸婚事。一切都是婆母的错，是你害了她。婆母气得拍床，要不是你，哪会变成这样？婆母的意思是只允许你在外污蔑我的名声，不允许我拆穿你吗？瞧你这么有活力，真让人欣慰呢。还不够生气？那就再来点猛药，让肝阳更加上亢吧。我让人将大门外的周维海拖进来，扔在婆母的屋子里。婆母，您若生气，可以拿他出气。他受过侯府的恩惠，想来是愿意侍奉您的。我含笑说。周维海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婆母，眼里露出恐惧之色，张嘴啊啊啊的叫。我走出去了。
你跟我回来。赵文轩，你回来，婆母又在骂。如今我不用装样子是急了，毕竟之前已经唱过大戏，哪怕他后面到处传我不孝顺，不侍奉他，别人也不会再相信。一切都是他自找的。我不理婆母，婆母果然将怒气发泄在屋内的周维海身上。你个臭乞丐，待在我房里干什么？脏了我的眼睛！他艰难起身，将茶杯砸在周维海额头上，将他砸出了血。周维海只是想看看他，没想到又被打，眼里露出痛苦之色。他拼命比划，然而婆母根本不会听，也不会看，继续拿东西砸他。你和那个贱人是什么关系？故意来气我的？滚！周维海眼中的泪水滚滚而下。我听着里面的动静，面无表情地对刘嬷嬷说：“韩小莲到底有没有心？周维海失踪那么久，他都不找吗？”刘嬷嬷道：“小姐说得对，奴婢这就让人带话，告诉清辉巷子那边，周维海从来没进过侯府。”我缓缓笑了。翌日，有人向我禀报，张嬷嬷偷偷从小门带了个人进婆母的院子。我起身道：“去看看热闹吧。”刚靠近婆母的房间，便看到被赶出屋的周维海，着急地在门边偷听。这时，里面传出一声尖叫：“怎么可能？我儿失踪了！”唐嬷嬷说：“夫人，17那日晚上，侯府派人来说您病重，让世子爷赶紧回去瞧瞧您。这一去就再无音讯。我们以为他一直待在侯府，哪知昨日听到有人说您根本没病。既然您没病，那世子爷怎么还没回来？”奴婢心头很慌，就过来问问。张嬷嬷道：“胡说，我们从未派人去请世子爷。可那人的确拿着夫人您的抹额来的呀。世子爷瞧见了，担心您，连夜上了马车，就再也不见了。他从未回府。糟了，他会不会被绑架了？我的儿啊！糟糕，夫人晕过去了。”外面的周维海再也忍不住，用力撞开门爬进去，一边爬一边啊啊啊地叫。他想告诉里面的人他就是世子，可惜没人理会。夫人，夫人您挺住啊！呀，这里怎么有个乞丐？臭死了，滚开！来人呐，叫大夫！2个女人尖叫，里面兵荒马乱。我微微一笑，推门而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放眼望去，婆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张嬷嬷和唐嬷嬷在床前拼命喊叫，掐人中。旁边的周维海急得在床角团团转。少奶奶，侯夫人晕过去了！张嬷嬷大叫：“快叫府医！”我回头道：“没听到吗？快叫府医！”早就有人去了。不一会儿，府医匆匆赶来，扎针掐穴，又是一番折腾，婆母终于悠悠转醒。然而她瞪大眼睛却说不出话，嘴角流出咸水，身体也动不了。府医查探片刻，大惊失色：“夫人中风了。”“哦，中风了呀！应当是听到儿子失踪，气急攻心，肝阳上亢的厉害，崩掉了血脉，成了瘫子。真是好消息！”中风！张嬷嬷惊呆，唐嬷嬷更是急得脱口而出：“那世子爷怎么办？”我立即询问：“什么世子爷？”周维海爬到唐嬷嬷面前，用头撞她，嘴里发出啊啊啊的声音。唐嬷嬷慌乱下一脚踹在他脸上：“什么玩意儿？吓死我了！”我好整以暇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问：“你是谁？为何出现在婆母的屋子里？”婆母之前好好的，
为何你一出现他就中风了？是不是你做了什么？”唐嬷嬷吓得连连摆手：“不，和我没关系。”我冷笑：“有没有关系，不是你说了算。”秋月马上报官。是，小姐。唐嬷嬷脸色一白：“与我无关啊！”周维海被唐嬷嬷踹得摔倒在地，闻言拼命地爬到我脚边，用力磕头，眼睛里充满乞求。他在求我放了他们一家。我望着他冷笑：“当初我求过多少次？娘亲求了多少次？他们可曾放过我？既然非要将我留在侯府，那今日就是你们的报应。臭乞丐，竟敢碰少奶奶！”旁边的婆子将周维海粗暴拉开。很快官府之人来了。这个陌生人闯进侯府，又进入婆母的院子。婆母原本身体健健康康的，结果他一来，婆母就中风了。我指着唐嬷嬷说：“定然是他害的。”唐嬷嬷吓了一跳，连忙跪在地上求饶：“官爷，我是侯夫人娘家亲戚，住在清辉巷子那边，您可以去查。侯夫人中风与我无关啊。”我故作惊讶：“啊，原来你就是住在清辉巷子那边的亲戚。”唐嬷嬷额头冒汗，连忙点头。这时府医开口道：“侯夫人是气急攻心才中风。”张嬷嬷道：“奴婢可以作证，唐嬷嬷并未害夫人。”我皱眉：“可好端端的，婆母怎么会中风？”张嬷嬷想了会儿说：“少奶奶，你忘了吗？之前陈大夫诊断过，夫人有肝阳上亢之症，动不得气，受不得刺激，否则容易中风。”我问：“那她到底受了什么刺激？”张嬷嬷和唐嬷嬷对视一眼，支支吾吾道：“其实是住在清辉巷子里的亲戚失踪了。”我沉下脸，一个远房亲戚失踪了报官就行，竟然惊动婆母，害得婆母中风。你们算哪门子亲戚？丧门星吧！官府之人听完过程，知道是意外，便走了。唐嬷嬷喊冤：“是意外，不关奴婢的事啊！”我对唐嬷嬷道：“哼，即便是意外，也是你的失误。我们侯府供你们吃喝，你却恩将仇报害了婆母，那就去清辉巷子走一趟，把这群所谓的亲戚撵走。”床上的婆母发出啊呀的声音，表情十分着急。旁边的周维海也拼命磕头。我看了一眼周维海，走到婆母床前，笑着说：“婆母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，将清辉巷子那帮死皮赖脸的亲戚全赶走。”婆母瞪大眼睛，目眦欲裂，却说不出话，也动不了。我叮嘱张嬷嬷：“好好照顾婆母，婆母最信任你，倘若再出问题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张嬷嬷连忙应是，焦急地守着婆母。我起身，带着唐嬷嬷以及一堆奴仆前往清辉巷子。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庭院门前，敲了敲门，不一会儿，韩小莲开了大门，疑惑地望着一群人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要干什么？”这时，秋月指着他头上的玉簪道：“这不是小姐失踪的陪嫁吗？怎么在你头上？小偷！”刘嬷嬷立马上前：“好你个小贱人，害了侯夫人，竟然还偷小姐的陪嫁！”说完便揪住韩小莲的头发，将她头上的玉簪强硬地取下来。唐嬷嬷苍白着脸，不敢说话。韩小莲气得尖叫：“你们这群土匪，我要告你们！”我走上去道：“正好，那就报官吧。”刘嬷嬷道：“进去搜，看看有没有偷其他东西。”奴仆们蜂拥而入，
进入院子，东翻西找，翻出了我的许多饰品。这些都是婆母私下要过去的，结果给了韩小莲，可笑！滚出我的房间！周维海7岁的儿子冲出来，对着奴仆们拳打脚踢，又朝我冲来。然而奴仆们根本不理他，直接将他推倒在地。起亮！韩小莲连忙抱住孩子，孩子嚎啕大哭。韩小莲大骂：“你们竟敢闯进我家拿东西，还伤害孩子！侯府不会放过你们的！”我走到他跟前，冷冷凝视他。秋月说：“好意思提侯府？这位就是侯府少奶奶，这家院子也是我们侯府的。你的吃穿，都是用我们少奶奶的钱呢。”韩小莲愣住。你们走吧，我淡淡的说，这地方是侯府的，如今要收回去。以后侯府没你这门亲戚，别再来打扰。我对韩小莲无感。这个世道，女子大多身不由己，我并不那么恨她。倘若没有周维海，仅凭一个韩小莲，根本翻不起风浪。连同那个孩子，我也不会赶尽杀绝。只是我的东西必须收回来。韩小莲猛然抬头：“你不能赶我们走。”为何？我挑眉。韩小莲看着周围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咬牙道：“我是世子爷的女人，这个孩子是世子爷的孩子。你不是知道了，才带人来砸屋子吗？”众人静下来，随即发出笑声。我惊讶道：“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世子爷7年前就死了，我们今日前来，是因为你的嬷嬷害得婆母中风，我们才赶走你们。”韩小莲一下子慌乱，转头看向唐嬷嬷。唐嬷嬷面色焦急：“韩姑娘，世子爷失踪，奴婢去报给侯夫人，侯夫人气急攻心中风了。”简直一派胡言。刘嬷嬷冷笑：“世子爷早就死了，你们这群人想赖着不走，故意说些胡话，真是可笑。来人，将他们赶出去。”他让人将韩小莲推出门外。韩小莲急了：“我真是世子爷的女人，这个孩子也是世子爷的孩子。”秋月上前道：“你口口声声说世子爷，那世子爷在哪儿？让他出来作证啊！”韩小莲说：“世子爷失踪了。”众人哄堂大笑。真是个疯女人，想攀侯府想疯了吧？估计是吃喝靠着侯府，又住得这么好，起了别样心思呗。众人议论纷纷。韩小莲面色涨红。很快官府的人又来了。官爷，这屋子里的人盗窃我的财产，这女人还说她是世子爷的女人，和世子爷生了一个儿子。官员大笑：“他怕是得了失心疯吧？谁不知道长宁侯府的世子早在7年前就死了。”此时韩小莲慌乱无比，顾不得其他，辩解道：“我说都是真的，世子爷没死，他是假死离开的。”“哦，为何？”官员问道。“他好端端的世子不做，为何要假死？”韩小莲道：“因为世子爷打断了宁王儿子的腿，他害怕，才假死的。”我不动声色地问道：“那也用不着假死吧？当初要是他磕头谢罪，宁王也不会要他的命，你在撒谎。”韩小莲见众人一脸不信任，咬咬牙，着急道：“因为他与我两情相悦，但我身份卑微，侯夫人不同意，非逼着世子爷娶你，说是为了你的钱。世子爷被逼得没法，同意了这门婚事。但他不甘心，他想报复，于是在婚宴上故意激怒宁王嫡子，然后假死逃脱，和我私奔。”我听完，心里有股恍然之感。原来如此，
那为何私奔的好好的，7年后又回来？我问。韩小莲说：“我们在外面过得很好，并不想回来。可侯夫人一直写信催促，让世子爷回去继承爵位。世子爷若再不回去，族老那边想让其他族人承爵，侯夫人十分焦急。世子爷也不想爵位落入他人之手，想让启亮做世子，加上宁王要走了，他才带我们回来。”我点点头，心中疑惑被解开。当初我一直奇怪，传闻周维海并非喜欢动武之人，为何偏偏在婚宴上和宁王嫡子大打出手？原来背后还有这层故事。原来他们真的在骗婚啊！侯府亏空严重，他们看中我娘家的钱财和嫁妆，费尽心思娶个有钱媳妇回去，用儿媳的钱享受荣华富贵。周维海这个没担当的男人，心有所属，却无法拒婚，干脆想出一个好办法，娶了我，给侯府交差，用我的财产养活侯府。同时假死和心爱女人双宿双飞，两全其美，好不快活。甚至他和他的女人孩子还可以依靠我的嫁妆过活。婆母从我身上拿走的钱也给了他们，不然他们过不上好生活，我的陪嫁也不可能在韩小莲这里。直到爵位之争出现，他们既要还要，不想爵位拱手让人，便打算复活。如今宁王要发配边荒，不太会追究打断腿之事。且过了7年，我已不可能改嫁，就连我的娘家也被太后把控，渐渐弱势。我在婆母的敲打下，已经成为逆来顺受之人。情况对他们有利，他们便想回到京城，继承侯府爵位，弄死我，占有我的嫁妆。这便是他们的全盘计划。他们是如何心安理得这么做的？他们可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，我娘家的感受？真是自私自利到极点。一派胡言，刘嬷嬷厉声对韩小莲道：“你竟敢污蔑侯夫人和世子爷！世子爷已经死了，还要受你的脏水！”韩小莲急哭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冷静地看着她，这个女人娇弱得像菟丝花，遇到事情毫无主见，被轻轻一下，便将所有实情全部抖出。周维海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人吗？的确没什么心机。官员不耐烦道：“那就把周维海叫出来。”韩小莲说：“他失踪了。”如此，谈话陷入死循环。官员嘲讽地冷哼一声，众人大笑，都当韩小莲在撒谎。韩小莲急得掉眼泪，却毫无办法。最终，韩小莲和唐嬷嬷被定了盗窃罪。他们说东西是侯夫人给的，但我一口咬定是被偷。如今婆母中风，口不能言，自然无法作证。我是世子爷的女人，你们不能动我。韩小莲哭得十分凄惨。唐嬷嬷也说：“我们真是世子爷的人。如果你们不信，可以去永城唐家问问。唐家大爷是知道真相的，也是他替世子爷在外面找的院子。”官员不耐烦道：“好了，别说了。少奶奶告你们偷到她的嫁妆，和你们是不是世子爷的人毫无干系，懂不懂？就算世子爷真没死，你们是世子爷的人，盗窃就是盗窃，你们也必须受罚，懂吗？”韩小莲和唐嬷嬷呆住，然后被官兵带走。于是两人因盗窃罪被送进监狱，至于那个孩子，则无人看管。我不会动手害他，但也不会管他。爹，娘，孩子哭着追出大街。刘嬷嬷跟过去看了一眼，回来道：“小姐，有人把孩子抱走了，
我看着像人牙子，要救吗？救！我冷笑，大街上那么多人都没救，凭什么让我救？秋月说，就是小姐没理由救他。刘嬷嬷说，说的也对，大家都瞧见了，我们没害他，是他自己跑出去让人抱走的。收拾好东西回府，我走进婆母的院子，发现没有周维海的身影。那个乞丐呢？我问丫鬟。丫鬟说，张嬷嬷认为乞丐冲撞了夫人，才让夫人中风，命人打了他50大板，扔到外面去了。我听了想笑。果然，侯府的人从不认为自己有错，总要找个替罪羊出气。可惜这次出到了周维海身上。50大板，以周维海的身体，10个板子都够呛，50大板，他肯定活不了了。那我得把好消息告诉婆母。走进屋，我让张嬷嬷去熬药，挥退了下人，坐在床前道：“婆母，今日我去清辉巷子那边，将韩小莲和那个野种赶走了。”婆母的眼睛陡然睁大。我笑道：“不用惊讶，我知道周维海没死，知道韩小莲是他的女人，知道那个孩子是他们生的野种。我今日去就是收拾他们的。”婆母的身体开始颤抖，像是在挣扎，可惜无法动。唐嬷嬷和韩小莲私自盗窃我的陪嫁，被打入大牢。庭院的东西我全带了回来，院子也锁了。哦，你一定想知道那个孩子如何了？放心，我没害他，我还没有对孩子动手的心思。不过听说他跑到大街上，被人牙子抱走了。啊！婆母在床上嚎叫，眼睛瞪得如铜铃。别急，好消息还在后面。我继续道：“知道周维海为何失踪吗？是我派人带走他的呀。你想见他吗？其实他一直在你身边。我好心的让你们团聚，可惜你没认出来。”婆母眼中出现恐惧之色。没错，就是那个乞丐。我轻声说，他就是周维海，你们母子一直在一起，可惜你没认出来。听说我出了门，张嬷嬷便在他身上撒气，说是冲撞了你，让人打了他50大板。啊！婆母眼中流出血泪，身体拼命颤抖，口中吐出白沫。你想见他呀？行吧，我这人最是好心肠。我起身，大声朝外面喊道：“来人，叫府医。”等人进来后，又叫他们将扔出去的乞丐抬进来。奴婢们面面相觑，虽然不明白为什么，还是听命出去抬人。不久，府医来了，周维海也被抬进院子。少奶奶，这个乞丐已经死了。婆子说，要不别抬进屋，免得冲撞了夫人。我转头看向床上，婆母，听到了吗？乞丐已经死了，50大板，很难有人撑过去呀。婆母翻着白眼，又开始浑身抽搐。我说，这乞丐果然会冲撞夫人，还不赶紧将尸体抬走，扔乱葬岗去。众人赶紧将周维海的尸体抬走。婆母抽搐得更厉害了。府医焦急地起身开药，让我看着婆母。我坐在床边，望着这个我曾经真心侍奉过的人，轻轻一笑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婆母，当年你们死死扣着我，让我有家不能回，我就让周维海回不来。你们气死我母亲，我也要气死你。希望你大度点儿，别那么生气哦，否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。”婆母死死盯着我，眼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。我笑得很开心。他一时中风死不了，我大肆派人四处搜罗所谓续命之药，吊着他一口气。
当然，贵重药品不可能给他的，让他品尝身心受创的滋味后再去死。我被婆母打压，却一直孝顺他，在他身前伺候，替他买药寻医，成为全京城贵妇的典范。我的名声在京城终于好转，渐渐能单独接收请柬，参加宴会。因没去承春申宴，周维香大受打击，失魂落魄。婆母生病，她来伺候2天就不耐烦，继续回院子里待着。如今侯府在我掌控之中，周维香不足为惧。他们不是死死拖着我，不让我改嫁，让我变成大龄女人，任他们揉捏吗？那我也如此对待周维香。如今婆母中风，口不能言，周维香的婚事自然落到我这个嫂嫂手里。对付她根本不用费心，只要不去替她奔走，她就难以出嫁。毕竟她的名声已经臭遍了京城。族老又过来慰问婆母，意在抢夺爵位。我如今已无改嫁之心，侯府中再无掣肘我之人，我便道，我会收养一位孩子作为世子，继承爵位。族老悻悻离去。至于选什么样的孩子，我自然需要细细考察，千万不能选个白眼狼。办完这一切，我约见了哥哥，2人一同替母亲上香。望着坟墓，我叫道：“娘！”千言万语均化成眼泪。回到城里，哥，我会助你掌握赵家。我说。哥哥道：“暂时不用你操心，等朝廷明朗了，我们再做打算。赵家那位继母不好对付，她是太后的人。”我红着眼睛道：“哥哥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尽管说，好好过日子就行。”哥哥心疼地摸摸我脑袋，当初是我们替你选的这门婚事，是我们害苦了你。回到侯府，我继续扮演孝顺儿媳妇。周维香几次找我闹婚事，我没理他，直接关了他禁闭。如今还看不清形势，就让他脑子清醒清醒吧。婆母熬了1年，终于死了。我举办葬礼，空棺下葬，将他的尸体拖到乱葬岗，直接扔掉，就让他和周维海一起做孤魂野鬼吧。至于周维香，这世道，女儿未出嫁，又无婚约在身，父母死后不能热孝成亲，便只能守孝3年。当然，中间也有转圜余地，不用守这么长。但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守孝3年后，他更谈不上什么好人家。我以为婆母和周维海超度的名义，让他在祠堂抄写佛经，每日过清苦日子。只要他能待上3年，我觉得惩罚够了，打算到时候给他寻个普通人家嫁掉，眼不见为净。然而，不过半年时间，他便熬不住，竟然半夜偷偷跑出府，勾搭一位高门公子。既然他自己选了路，我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很快事发，周维香名声差，又是在守孝期间与人无媒苟合，简直不堪入目。那户人家根本不可能娶她，相反怪他勾引他们儿子，败坏了名声。我觉得周维香有点可怜，这种事能是周维香一个人能做出来的？可惜这世道对女子诸多苛刻，对男子诸多包容。然而，周维香在私奔的时候就该知道后果，一切都是他自己选的。最终，一顶小轿将周维香送去高门，他再不情愿，也只能为妾。可想而知，那家人如此恨他，他日子绝不好过。男子的一时情意，不过昙花一现，等新鲜感过去，等待周维香的是地狱。我不会落井下石，但也不会管。
都是他自找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守着侯府，依旧当着我的寡妇，但我自由自在，还有孝顺名声在外，无人敢欺。之后，我收养了一个战死将军的孩子，这孩子很惨，父亲为国捐躯，功劳却被叔叔占去，母亲也大出血而亡。孩子刚出生便被偷偷扔出来。孩子母亲曾在我困难时替我解过围，那位夫人很美好，我一直感恩于心。我与她有过几面之缘，话题投机。若不是被我无意撞见，孩子可能已经死了。我将他收为嫡子，封为世子，教他读书写字、刀枪武术。等他成年，我会告诉他身世。除此外，我又陆陆续续收养了几个孩子，男女都有，身世各异。以后造化如何，全看他们自己。故事2：哥哥闯祸了，他把家里卖地给他读书的钱全都偷了出去，3天后才拉着一个昏迷的姑娘回来。哥哥说那姑娘叫芸娘，是他之前做工的主家发卖出来的丫头，帮过他的大忙，他不能眼看着恩人落到那些烟渣地方。爹娘一下老了好多岁，指着他差点没晕过去，可到底还醒着，那日子就得接着往下过。娘虎着脸把那姑娘的手脚都扒拉开细细瞧，甚至连嘴都掰开看了看牙，才不情不愿道：家里的大钱都给你花完了，别说读书，连娶媳妇下聘的钱都没了。依我看，就当你买了个媳妇吧。哥哥一向孝顺，听了却直接跪下说：娘，我真的是为了报恩，我配不上的。那些钱，儿子以后一定会还，您别为难他。你打量我看不出呢，是，他是细皮嫩肉牙也好，那最多也就是林大人家的大丫鬟，说穿了也是奴籍。你给他赎身，有什么配不上的？林大人就是哥哥3年前做过短工的人家，也是从林大人家回来，他才突然说要读书。我娘是个泼辣的，家里一向听她的，但这回哥却怎么也不妥协道：我说了，我只为报恩，娘莫要逼我不孝。连威胁都出口了，我娘哪里能忍，一开口就使起了老3样。我命苦啊，嫁给你们许家这种穷光光的，现在连儿子也来忤逆我，我还不如撞死算了。边哭喊着，边做事要往门上撞。爹一辈子最怕娘这招，急得直嚷：大郎，不准跟你娘犟，你娶婆娘，本来就该你娘说了算。就是在这鸡飞狗跳的时候，芸娘睁开了眼，那双眼好看的连娘一时都忘了闹，只傻傻看着他，还没忍住，同我一起不争气地咽了口水。哥哥说的没错，我们家好像真的配不上这样的仙女。却没想她看着柔弱，一醒来就干脆利落地起身，同哥哥跪到一处说：父亲临别前吩咐，若有心人来赎，便将我嫁给他。如今既许郎的父母也许，那婚事便全凭二老做主。他身体还虚，说着话就有点打晃。哥哥下意识去扶，又好像做了什么亵渎的事一样，收回手。他抿着唇望向芸娘，眼里似有千言万语，最终也只是低下头，默认了这桩婚事。我才12岁，不懂他心里的弯弯绕绕，但我知道他一定爱惨了芸娘。这屋里长了眼睛的，恐怕没人不知道。婚事定了，娘的心情却还是不好，一吃饭就摔摔打打的。那位仙女嫂嫂从前过惯了好日子，吃茶子粥竟把喉咙卡出了血。哥哥不敢麻烦娘，就想出了比娘早起去鸡窝里捡鸡蛋给她开小灶这种招数。
蛋鸡是娘养的，每天多少鸡蛋都是有定数的。娘逮住他那天，他头上鸡毛乱飞，好不狼狈，气得娘差点捏死一只鸡。我们农户人家一天只吃2顿稀茶粥，鸡蛋那都是要攒着换钱的。尤其是我家哥哥，自3年前闹着要读书，爹娘拗不过，让他试了，他当真读得很好。不过3年，村署里那个考了一辈子的老童生就叹着气说，没有什么能教哥哥了。若让哥哥去县里念上1年，保管能种秀才。种了秀才，哥哥也可以找个私塾，边教书边接着往上考了。所以上个月家里才会一咬牙把田卖了一大半。秀才那可是见了官老爷都不用跪的金贵人物，放眼整个乡，还是10来年前出过一个。卖那天，娘把我抱在怀里说，对不起，丫头啊，爹娘没用，搜刮了家底，也只能给你哥凑1年束修，万一不中，你的嫁妆也赔进去了，可是连你都耽误了呀。如今那钱被他拿去买了嫂嫂，娘做梦都想着怎么再抠出一份束修，吃生前的鸡蛋，简直是在捅娘的心窝子。娘气得立刻就揪着哥哥去找嫂嫂算账，爹不方便跟着，只好让我拦着点。可一推开门，我们就都傻了。他看着刚起身，头发都还披散着，坐在窗前的小桌上，手里翻着哥哥那些金贵的书本，朝阳映照之下，显得整个人说不出的雅致。她一个女人，竟然是能读书识字的。娘当即哑了，读书人跟我们泥腿子就像隔座大山那么远。哥哥自从读书以后，娘有段时间连跟他说话都放低了声量，若不是这回把家底废光了，他已经很久没脾气那么坏了。嫂嫂看见我们，恭敬地过来给娘行了个礼，夫人早上好，原是想梳洗完去给您问安，倒劳烦您先过来了。他跟哥哥还没拜堂，线下都称呼娘叫夫人，娘嘴里说着这称呼太大，听见时嘴角却总会忍不住往上翘一点。问完安，他抬眼扫了扫哥哥头上的鸡毛，开口道，是我从前养娇了，才害得许郎这么周折，但您放心，我会尽快习惯的。娘被他识字这是一惊，气势早泄了，支支吾吾说着，我也不是要做那不给媳妇吃饱饭的恶婆婆，可给大郎攒束修是家里最大的事，不光是你，全家嘴上都要省。娘的话已经说得很委婉，偏偏哥哥还要凑上去巴巴，云娘身体还弱，吃食上省不得，我把我的口粮省出来换鸡蛋吧。这个愣头青当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，气得娘板大的手一声一声拍在他背上。我本想去拉，余光里却看见嫂嫂心疼地皱起了眉，那拉架的手就缩了回来。娘常说，她这辈子最享福的就是嫁了个心疼她的丈夫，可见心疼是个好东西，也该让哥哥想一想。但我们谁也没料到，新嫂嫂竟这么厉害。她脱口而出道：“您别打了，谁也不用省。往后我教许郎读书，保管比县里那些先生教得好。”我娘打人的脚步顿时一绊，险些来个平地摔，不可思议地看着嫂嫂：“你说你要干什么？连田童生都说教不了他，你一个女娃娃能教他？”哥哥的眼睛却一下亮了：“能。”他说：“能就一定能。读书到底是家里最大的事，哪怕有哥哥担保，爹娘还是不敢冒险。”嫂嫂看懂了他们眼里的犹豫，立刻坐下写起了文章，写完递给哥哥道：“你把这篇策论誊抄一遍，拿去给田先生瞧瞧吧。”笔墨都不是便宜东西，娘下意识道：“
拿你这份不就行了？还浪费其他纸干嘛？嫂嫂却坚定地摇摇头，闺中女子的笔墨怎能轻易给外男瞧了去？劳烦许郎了。说着似有深意地看了哥哥一眼，哥哥马上接口道：“爹娘，庄户人家娶个有学问的媳妇太扎眼了，这件事还是不要说出去的好，就当这文章是我写的吧。可惜当时我不懂，田先生是长辈，笔墨给了也没什么，只被这对夫妻唬得跟爹娘一起连连点头。而田先生胡须都白了的老人家了，看完文章跑得比我哥还快，拉着他的手还没进门就喊道：徐老兄，你家门有幸，马上就要出个秀才公了。爹说话都磕巴了，傻着眼确认，你是说凭这篇文章就能中秀才了？岂止是秀才，依我看举人都中得，可惜我学问有限，不敢下定论，但秀才那是板上钉钉的。我娘在田先生一声声的恭喜里欢喜得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，拉起我就往嫂嫂屋里去，可站在屋门口又像是怕羞一样不敢进，还是嫂嫂先笑盈盈地问我：小何，以后我也教你读书好不好？我听完愣着了，书那么宝贝的东西，女娃娃真的也可以读吗？娘却红着眼睛把我往前推了推，哑巴啦，还不快谢谢你嫂嫂。晚上我们吃了近来最丰盛的一顿饭，娘把家里的玉米面都蒸了窝窝，还拿钱斩了1斤猪肉，混着辣椒炒得干干的，窝在窝头里，油香混着面香，别提多好吃了。嫂嫂该是吃不惯辣的，娘也给她另做了肉圆子和蒸蛋，可她还是边嗑边吃，用了一整个窝窝头。哥哥拦她，她不好意思地说：夫人做得太香了，辣我也想吃，不妨事的。她一直吃饭跟小猫进食似的，难得这样，娘开心的只往她碗里夹菜。碴子粥吃不惯，咱就不吃了，以后都磨成面给你烙饼，不就多费几文磨面的钱吗？往后咱费得起。夹着夹着，娘又道：不过这称呼是不是该变一变了？总叫夫人算怎么回事？该叫娘了吧？嫂嫂微红着脸低下头，到底还没拜堂，这不合规矩。娘一放筷子，那还不容易，现在也有钱办酒席了，明天我就找人算个好日子，你就等着做我许家的新媳妇吧。儿子真要娶亲，爹娘没忍住喝了2杯，我却因为下午嫂嫂说要教我读书的话有点忐忑。娘敲了敲我的脑袋：你呀，就是想太多，不说多，学你嫂子一成，将来嫁人也够让你婆婆不敢小看你了。我诺诺道：可你从前不是老说纸墨贵，让我离哥哥读书的地方远一点吗？娘不开口了，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：是娘没本事，没见识过好人家教女儿，耽误了你。哎，谁让咱家穷呢？你哥到底读过书不一样，这媳妇买的不亏。我怀着心思回房，却不想哥哥已经等在房门口。自从他出去做工又发奋读书开始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谈过心。娘说不能耽误他的时间，而不知为什么，我也越来越不敢靠近他。小何知道哥哥第1本书是怎么来的吗？他摸着我的头，声音轻柔地问。我好奇地望着他，听到了一个很美的故事。哥哥说那时候娘病了，他跟着张大叔去城里赚钱，被招进林大人府里修整宅子，内院他们是进不去的，所以修的是外书房。他因为手轻，那些公子们念书的时候也被安排到附近修窗子，日复一日地听着那朗朗书声，他发现自己竟慢慢记住了。
记住了，他就想弄懂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，于是他手里的活越来越慢，总是提着耳朵想听清书房里的先生在讲什么。时日久了，工头自然看了出来，他把哥哥骂得狗血淋头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还想学人家读书，撒泡尿照看你配吗？果然是乡巴佬，进城里好人家看过就以为自己也是人了，要做梦死远点，别连累我。那些话一句一句从哥哥嘴里重复出来，我便知道他从没忘过，可这些年他也从来没在爹娘跟前提过一句。我心疼地拉拉他的手，气愤地说：那个人真坏，狗眼看人低，哥哥你以后中了秀才，一定要特意绕到他家门前走一趟，气死他。哥哥摇摇头，他是不好，但我也有错，是我先误了功，而且我并不怨他。若不是他，芸娘也不会正好路过听见，不会特地送我一本书，更不会跟我说那些道理。他说圣贤写书本就是给人读的，世上的人只要有向学之心就都可读。他还说我连做工都在渴求学识，不知强过多少庸碌之人，所以他送我一本书，希望我珍惜自己的天赋。他的眼神越说越亮，仿佛在回忆此生最美好的事。那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，我并不卑贱，也是第一次，我开始正视自己的抱负，不愿再浑浑噩噩过日子，是他造就了今日的我。所以小何，不要自卑，只要你想读书，那就去读。你嫂嫂也是女子，她读的可比我还好。我在哥哥略显激动的声音里呆呆地点头，心里不由得想，嫂嫂她可真是厉害呀，竟能悟出这样的道理。可这么厉害的嫂嫂，真的是当丫鬟能当出来的吗？我模模糊糊地察觉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于是情不自禁地问出口：嫂嫂她真的只是个丫鬟吗？哥哥显然没想到我会问出这种问题，沉默了好久才笑道：我就知道我家小何是个聪明孩子。但他还是没有明确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从前哥哥用功读书是为了早些带你跟爹娘过上好日子，尤其是你，总想着快些再快些，这样我才能中举后教你几年，有资本为你挑个好夫婿。但今后哥哥会更努力，因为除了你们，哥哥想护住一个更难护的人。小何乖，你帮帮哥哥好不好？我想我是该告诉爹娘的，但嫂嫂真的太好了，拖呀拖呀，就到了他们的婚期。家里热闹极了，每一个看过新娘子的婶子都羡慕地围在娘身边，叽叽喳喳地说着娘真有福气，娶的媳妇这么好看。为了这份福气，我把话咽了回去，更仔细地陪在嫂嫂身边。官家小姐呀，也不知道她会不会觉得这乡下日子太委屈。但是嫂嫂没有，她很努力地适应着农家生活，早起喂鸡，收拾菜园，也跟娘学着做菜，到农时甚至还尝试着跟我们下田。可嫂嫂的身体跟我们太不一样了，她连穿娘准备的麻布衣服都会磨出红疹，做家务活还只是手粗了些，到农活，她的手脚都是泡，磨破了看着鲜血淋漓，很是吓人，到最后还狠狠发了一场高烧。外面那些原本羡慕的人就慢慢改了口风，阴阳怪气的笑话我家娶了个败家精，有些嘴碎的还挑拨到了我娘跟前。许良他娘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儿媳妇也太金贵了，锄头都没摸2天就倒下了，还要花钱吃药，也就你家钱不差手才养得起啊。可不是吗？听我家小花说，那细皮嫩肉的，
穿我们乡下衣服还出疹子咧。哎呀哎呀，你们懂什么？梁哥是读书人，可不得娶这种大小姐吗？什么读书人？田老头考了一辈子，还不是穷得叮当响。依我看呢，就是读书读傻了。我家大丫这么能干的不要，偏找个不知根底的。现在傻眼了吧？简直是迎了一尊菩萨回家。一时间看不惯我娘得意的，曾经看上过我哥的，还有那些就喜欢编排新媳妇不让人好过的，全都借着看嫂嫂的名义，在我娘跟前说尽了难听话。我抓耳挠腮的看着，想跟他们大吵一架，又嘴笨的不知道说什么。可退烧的要贵，这些人的话又越来越难听。我看着娘难看的脸色，担心她迁怒嫂嫂，正打算鼓起勇气辩驳两句，娘却突然发威，双臂一舞，就把那些婶子往门外推。打量谁不知道谁呀？不就是眼馋我们大郎读书好，又娶了漂亮媳妇吗？一个个的一开口，酸水都能流成河了。我呸！我儿子就是能干，我儿媳妇就是能把你们所有人都比到你里去，你们酸死也没用，赶紧滚，别来我家找晦气。娘的嗓门不压着，从来都是十里八乡吵架的一把好手。那些人噎了半天，抛下一句你就嘴硬吧，全都灰溜溜的走了。一群没见识的村妇，谁嘴硬也轮不到我嘴硬。我儿媳妇会认字会教书，光这一条，当菩萨供着又怎么了？人走了，娘还在气愤，到最后才惋惜道：哎，可惜不能告诉别人，不然谁看见都得恭维我两声。我觑着娘的脸色说：就是嫂嫂那么有本事，还想着帮衬农活，不仅能干，还孝顺呢。我娘瞪了我一眼，想帮你嫂子就直接说，拐弯抹角干什么？自家人本来就该帮自家人。又肉痛的撇撇嘴，就是那丫头怎么这么倔呢？说不让她干偏要干，忙了点活吃那么多药，那可都是钱，真是造孽呀。说着就起身去熬药，为了省钱，她是不让我碰药的，怕我熬不好浪费了。但到了喂药，她却不愿意管了。我便知道，为了钱，娘心里还是有点怨气的，觉得嫂嫂太不听劝。其实我心里也隐隐约约有这个想法，哥哥守了一天就被嫂嫂赶去读书了，说他如今正是最紧要的时候，一天也耽误不得，所以都是我在喂药。没忍住，我就劝了两句，劝他别再插手农活了。嫂嫂刚喝完药，苦得直皱眉头，听完却笑了，那笑很真心。小何，谢谢你，也谢谢娘。原来我这辈子的好运气是在这里。我没听懂，嫂嫂也没解释，只是拉着我的手道：是我托大了，没想到农活这么不易。本想着嫁了你哥就是许家的人，怎好长辈都在劳作，只有我闲着，也想看看田里有没有赚钱的门路。如今看来，得另寻门道赚钱了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家里最近日子还好，嫂嫂很急着赚钱吗？我家不富，但胜在爹娘勤快，只要没人读书生大病，还是过得下去的。自从不愁束修以后，沾嫂嫂的光，娘10天半个月便会割1斤肉回来给大家补身体。嫂嫂却忧愁道：我跟你哥算过，为了我，家里怕是只剩几贯铜钱了。如今剩下的田也只够缴税和口粮，快要坐吃山空了。但我们乡下人，只要有口粮，一年也花不了几个铜板。而且哥哥种了秀才，不就可以赚钱了吗？对着我的疑惑，嫂嫂眼神发亮道：可若你哥哥不只要考秀才呢？
若他的才学能让他一路考进京城呢？小何可知，这一路本就漫长，他到了京城还得后考后成绩后关，可能最少要半年之久。京城大不易居，我还怕他万一生病，所以最少也得准备30两银子。我竟得扒着手指去算30两得是多少钱。我们乡下地方，几百个铜板已经是很多钱了。毕竟1亩田的稻谷扣去税也就值600文，我家拢共只剩5亩地，就是全家把嘴扎上不吃不喝，一年也才3两银子，再加上养猪鸡蛋卖的钱，顶天了也才6两。而我们也不能真的不吃不喝，再扣去遇上荒年，普通人家一辈子可能都没见过30两银子。要知道，之前县里最好的私塾，一年束修也才20两，那还是家里卖了一大半的田才凑上的。而我活了10几年，那是第一次见到银子，可县下再没有田给我们卖了呀。我连说话都不利索了，那怎么办？嫂嫂没有回答我的话，还叮嘱我不要告诉爹娘。但病好以后，他开始忙碌起来。他教我的速度加快了。大病一场后，他不再似刚来时那么板正规矩，看着亲近了很多，还会说很多俏皮话。比如我写错字的时候，他会说：“小何呀，你说凳子缺条腿，你还敢坐吗？”我摇摇头，他就指着我写的字说：“那缺胳膊断腿的字，你怎么就敢往纸上写呢？”但奇怪的是，听完他稀奇古怪的奚落，那些字跟书就真的进了我的脑子。除了教哥哥跟我，他还花很多功夫写字，攒个10天半个月的，他就会出去一趟。后来我认字找到了方法，他就带上我一起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他一直在外面接抄书的买卖，这是哥哥以前也做过。后来田先生给他讲课的进度越来越快，他就做不了了。我如今读书，也懂了些大户人家的规矩，好奇地问：不是说女子写的东西不能轻易拿到外面吗？嫂嫂这样做没问题吗？他自得地笑了笑，把书递给我：“你仔细看看，这是谁的笔记？这是你哥抄的，关我什么事？”原来他竟仿了哥哥的笔记抄书卖，卖给的还是哥哥从前卖的那家书店。然而抄一本书60文，一个月抄5本，也才300文，放在乡下很多，放在30两里，瞧都不够瞧。我羞愧地低下头：“嫂嫂对不起，我认的字还抄不了书。”他拍了拍我的头：“娘那么勇武，你哥也是个会为自己争取的，你怎么动不动就低头？把头抬起来，嫂嫂带你出来可是学本事的。”一开始我们逛了很多店铺，做什么营生的都有。再后来，嫂嫂便只带着我逛布庄，还会让我摸摸布，问我跟村里纺的比怎么样。村里有几个能干的媳妇是会纺布的，一年能给家里赚1、2两银子，很是受尊重。我娘动过让我学的心思，趁恭维那些婶子的时候，让我摸过他们的布。县城里有5家布庄，他们的布只跟最差的那2家差不多。嫂嫂满意地点点头道：“只要不是比5家都差，那就可以了。”到最后也没买布，反而是买了几捆各色的绣线。回家后，他又拿了500文给我，让我悄悄去找关系好的婶子买一匹布。整整7日，我跟在嫂嫂身后打下手，裁衣学一点，绣花学一点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才赶出3套尺寸从小到大的衣服。说来也怪，明明那些布庄卖的衣服也有绣花，但嫂嫂绣的那些花样，看着就是让人更心动一些。
眼睛更挪不开一些。我大概猜出嫂嫂是想卖衣服，她也果然带我去了布匹最差的那家布庄。一开口，一套衣服就是200文。要知道，一匹布可做6套衣服，扣去布匹针线的500多文，那6套就是近700文的赚头。按我跟嫂嫂的进度，1个月能做12套。要是再把娘拉进来，20套不是问题。那1个月能赚2300多文，1年可就是28两，那哥哥的路费就凑齐了。我紧张地望着布庄的老掌柜，既觉得让他答应这个价格不现实，又期望他能答应。只见他眯着眼，围着那些花样转了好久，才笑呵呵开口道：“娘子，这图案是有趣，但本庄不收成衣，可惜了。”嫂嫂也不恼，干脆地收起衣服道：“没事，我再去隔壁那条街的布庄试试，反正我脑子里花样多，掌柜的抄了这个，也抄不着下一个。就不知道万一那位掌柜识货的话，您这生意还做不做得下去？”他刚才瞧了半天，竟是想偷嫂嫂的花样子。我生气地拉着嫂嫂要走。掌柜的这才慌了，连忙拦住嫂嫂道：“娘子不要生气，这可以谈吗？成衣我们不收，但我们收花样啊。您给我们画样子，我给您开4两1个月，怎么样？4两，好吧。”我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，原来嫂嫂画几个花样，竟比我们累死累活做成的衣服更赚钱。但嫂嫂却坚定地摇了摇头：“我只收成衣，要我们就接着往下谈，不要，那我就去隔壁了。”那个老掌柜肉痛了好久，才咬着牙答应了。出了门，嫂嫂低低地叹了口气，一辈子学了那么多东西，没想到竟是做衣裳这种小爱好解了我的困。我懵懂地看着他，他才露出笑容，一点点掰开讲给我听。他说布庄的布匹各家都是有固定来源的，以此来保证质量稳定。但这一家跟隔街那一家明显刚入行，好的纺织娘早被垄断，所以他们都是散收的，质量也差些。而嫂嫂要的就是他们质量不出挑，需要花样来凑。如果他去好的那几家，人家家底厚眼光高，未必会太看重他。我听懂了这个，才问出心里最大的疑问：可我们明明可以不做衣服，直接卖花样，不是更赚吗？嫂嫂神秘地笑了笑：“傻丫头，无商不奸。他怎么可能提出我更赚钱他亏本的方法？你就等着看吧。”3个月后，我终于知道嫂嫂让我等什么。布庄的订单从1个月18套涨到25，再涨到40套。娘从一开始笑开了花道，累得看见针线就打抖。可到第4个月，何掌柜居然直接开口问我们能不能提供200套。因为随着客人把花样穿出去，好多他们的亲朋甚至是看到的路人都寻来买，有些还是其他县的。掌柜的变动了扩张店铺的心思。我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嫂嫂却一口答应下来。娘愁的五官都皱在了一起。云娘啊，我们就算长出8只手也做不完100套衣服，签了契可是要赔钱的。嫂嫂信心满满道：“娘，您不记得上个月的40套是怎么完成的了吗？上个月制衣实在忙不过来，嫂嫂就让娘请了2个要好的婶子帮忙，一套衣服开35文钱。那2个婶子别提多开心了，一直说着有活再叫他们。”我似乎猜到了一点什么，不确定地问：“嫂嫂，你这是要带着全村一起赚钱吗？”娘也醒悟过来，问道：“这请人做衣服简单，谁家婆娘还不要做2件衣服了？但绣花怎么办？”
你跟小何也忙不过来吧？”嫂嫂笑道：“那就教他们绣，像小何这么大的女孩子学起来很快的。”这回轮到娘瞪圆了眼睛。这种赚钱的本事怎么好轻易教人的？你没看那些会纺布的都偷偷背着人纺，生怕别人学过去吗？我求了半天，人都不愿意教小何。嫂嫂却道：“那是因为过去收他们布的人是有限的，但我们的订单会一直涨。娘，您算一算，就算每套衣服让出去各35文的制衣费和15文的绣花费，我们光这个月就能赚多少？”我如今被嫂嫂练出来了，脑子立刻就开始动。本来我们自己做一件衣服赚113文，让出去50文，便剩53文，200套衣服，那就是10两银子。光靠自己做衣服，我们娘仨就是手废了也赚不到，更何况以后订单说不定还会涨。原来这才是嫂嫂那些花样真正的价值，难怪布庄肯开4两银子，果然奸诈。嫂嫂却还嫌不够道：“更重要的是，娘，选谁帮忙可都是您说了算。您想想，到时候您得多风光。”娘听完，眼睛都亮了，连手里在制的衣服都不管，就兴冲冲跑了出去。忙完娘，嫂嫂又对我说：“你也别愣着了，有什么要好的小姊妹领过来吧，我们教她们绣花。”经过娘一天的宣传，整个村子都轰动了，不住的有人往我家院子探头探脑，好些以前来往不深的，也全都上门套近乎，一个月几百文的收入，那可跟男人出去卖苦力赚的差不多了。娘高兴坏了，每天都昂着头出门，很快就选了20个跟她玩得好的婶子，我也带了10个玩伴回家。家里每天忙得热火朝天的，连哥哥都放下书本出来帮忙整理账目。这次嫂嫂没拦着他，嫂嫂说：“民生是逝者最好的老师，这是哥哥将来做官很重要的优势。”做得累了，哥哥还会偷偷给嫂嫂按肩颈，那些婶子就在背后笑，还问娘：“许家嫂子，大郎这么疼媳妇，你吃醋不？”娘知道这是好意的调笑，就高声喊爹来给他按，嘴里还说着：“吃啥醋？我又不是没有老汉，这叫个人媳妇个人疼，你羡慕啊？回去找你家老李呀。”最后他们没事，反倒把哥哥和嫂嫂羞得满脸通红。村子里还是会有怪话，也还是那些人说忙得热闹，别最后1分钱拿不到。说一个小媳妇哪来这么大的本事，能跟城里的铺子做这么大买卖？但等货款到手发了钱，那些声音就都不见了。制衣婶子们手快的1月能制15套，手慢的也有8套。我绣花的小伙伴手没那么熟，2天也能1套，等熟了，1天1套不是问题。一个女人做衣服，每月竟能拿大半亩田的粮食钱，没能来的人家全都红了眼，鸡蛋跟不要钱似的往我家拎，就想让娘也请请他们。爹跟娘出门，大家都一叠声的恭维，甚至还有人叫我小姐。我吓得赶紧跑，我娘却很高兴，一挥手就把他们全收了。反正这个月订单又翻倍了。到最后，连嘲讽过我嫂嫂的那几个人，也在家人的喝骂声中上门道歉。娘对着他们就没那么好说话了，怎么也不松口，说他们人品不好。嫂嫂让我去劝劝娘，我不太乐意道，他们当时说的那么难听，我们干嘛还让他们赚钱？嫂嫂却说那几个人大部分家里过得都不好，填不饱肚子的时候，有些人就想发泄情绪，也没有精力去学道理。她郑重地对我说：“
不教而诛是为虐。他们做错了，我们给一次机会，也用自身言行告诉他们什么是对错。若再犯错，那再摒弃他们也不迟。小何，当断时断，当体恤他人时体恤，这才是读书明理最重要的作用。我突然就想起书上那句达则兼济天下，觉得嫂嫂大概就是很厉害的达者吧。但就像他教的，当断时，他也断得很干脆。我们的作坊越来越好，嫂嫂甚至还买了织机，请有经验的织娘教大家织布，布匹的质量提高，顺带着连衣服的售价都提到了210文。初期投入的扩张成本收回后，嫂嫂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涨薪制度，每3个月就会根据订单量给大家涨单价，农忙的时候还会分批给大家放假。他说土地是农民的根本，那是不能丢的。可就是这样，还有人不知足，有2个绣工偷偷去了别的作坊，还偷瞄了嫂嫂教他们的花样。那些作坊全都是我家生意好了以后冒出来跟风的。娘着急地问该怎么办，嫂嫂却只是面色冷了冷，回屋就描了一批新花色。她说那些人根本没闹清楚作坊最值钱的是什么，是她看了10几年最好衣服的经验，是她看了那么多画册形成的审美，更是她从小耳濡目染的管理能力，这些别人可偷不走。这些话都是嫂嫂私底下告诉我的，她一直在很用心地教我怎么能有她的本事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那些作坊就十不存一，基本没有经营长久的。而嫂嫂却从省城谈回了更多更大的买家，招的人渐渐遍布整个乡。这一次，无论那2个绣娘的家人怎么哭，嫂嫂都再没软过心肠。销路越多，钱自然就越多，哪怕后来嫂嫂一再让利给乡亲们，每套衣服的赚头已经很薄，但量在那里，家里的钱还是超过了爹娘的认知，甚至让他们有点惶恐。嫂嫂扒拉了几天账，大手一挥，就把家里1多半的存款都拿出来修路造桥，还让田先生牵头修了学堂，只要是乡里的孩子，不分男女，都可以免费读5年书，有天赋的，他还帮忙送到县里乃至府里。不想读书的孩子也可以根据兴趣选择学习不同的手艺，保证将来能养家糊口，有饭有肉吃。等这些事情热热闹闹的忙完，已经是嫂嫂嫁过来的第3年，而哥哥终于要动身开始他的考试。没错，这3年嫂嫂一直压着他，连童生试都没让他参加，就想着让他一气呵成进士上榜。读了这许多年，就快一见分晓，爹娘却并不开心。3年了，嫂嫂还没怀孕，于是娘有天一着急就去蹲墙角，发现他们根本没圆房，一个睡床一个睡榻，见鬼了才能有孩子。娘本来不想告诉我，但她需要一个人给她拿主意，催情汤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。现下家里除了哥嫂，就我读书最多。我翻翻杂书，还真找到不少，当晚就把韭菜、泥鳅、羊肾、海参这些剁得面目全非煮成了一锅，正心虚的准备端给他们的时候，嫂嫂来了。她眼神飘忽地瞟了一眼锅里的东西，然后伸手递给我一个药包，道：“记住了，就一起放进去吧。”我打开闻了闻，有点腥，便不确定地看向嫂嫂。她努力板着脸道：“团鱼壳的粉，医经都说是个好东西，你安心放。”我哥疼妹妹，哪怕是这么一团模糊的东西端过去，她眼不眨的就吃了。我却心虚地翻了一碗医书，才知道团鱼就是乌龟。
加它粉末煮的东西还有个很通俗的名字，叫王八大补汤。效果吗？应该是挺有效果的。毕竟哥哥第二天整个人都透着傻气，走在院子里会同手同脚的摔倒，吃个饭跟嫂嫂对视能呛咳的惊天动地，脸上那2团红晕，恨不得看嫂嫂一眼红一分。娘喜的一下塞我2个大元宝，我张张嘴，到底没好意思说，其实都是嫂嫂的功劳。过了好几天，嫂嫂才略带羞涩地问我会不会觉得她轻浮。我实话实说道，轻浮不觉得，就是好奇怎么会是哥哥不愿意，傻子都看得出来他很心悦你。嫂嫂笑了笑，因为他就是个傻子啊，他以为我心里还藏着别人，而那个人在京城，他想替我去看一看我跟那个人还有没有可能。我忐忑道，那嫂嫂心里还有别人吗？他嗔怪地看了我一眼，当然没有，我在牢里等了1个月都没等到他来赎我的时候，就已经死心了。似乎在回忆什么不好的事，他过了一会儿才继续道，那1个月是我最难熬的时光。大家闺秀自居那么多年，一进牢里就什么也不是了。那些狱卒虽不敢强迫欺辱，只敢毛手毛脚，可身边还是每天都有人觉得名节受损自缢。他们说那叫刚烈，叫不让家族受辱。可我不甘心，我的人生还那么短。我想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能带我走。阿爹在最后用尽他所有的人脉，只为给我求一个可以被赎成良民的恩典。我每天在墙上画一道痕，一天天数日子，等着那个承诺过会来的人，但他没有来。在赎期的最后一天，我收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不贞不洁，不堪为妇。嫂嫂闭了闭眼，那是她写的，断了我最后一点生念。可就在我准备把脖梗套进腰带的那一刻，你哥哥来了。我们整整独处3日，他没问过一句我在牢里的遭遇，只是尽心尽力地照顾我，连一丝逾矩也没有。爱和静听着虚无缥缈，但真正爱中你的人，一定会让你感受到。从那时起，我便决定，这个人我要紧紧抓牢一辈子。他看着我明媚展颜，所以小何，你将来也要找个这样的人呀。扯及自身，我害羞地点点头，眼角余光看着门口的那片衣角，转身离开。嫂嫂也转头向门口看去，无奈说道，你说那个傻子应该是全听见了吧？哦，原来他也发现了我那个傻哥哥一直站在门口。在恋爱的酸臭味熏陶中，傻哥哥一路披荆斩棘，先后拿下了童生和秀才的暗手，在连府城的乡士都传回消息说他拿了暗手之后，远的近的财主富商便全都捧着钱上门。嫂嫂霸气地把这些钱全拦在门外，对我们说，现下知道自己有钱有多重要了吧？不然收了这些人的钱，还没出事就得欠一堆人情。爹娘深以为然地点点头，跟着嫂嫂一起把那些钱往外推，一直推到京城都考完了，还不断有人上门。所以嫂嫂那位青梅竹马，趁着他不再找上门的时候，爹娘也以为是哪个富家公子，听他恭维我哥听得好不开心，可听着听着内容却开始不对劲。他说我哥一篇领民致富的策论做得名动京城，可惜诗文略逊一筹，那也是2甲榜上第1名，中的是个传卢。更重要的是，皇帝陛下亲自召见他，在书房整整聊了1日。如今满天下读书人都知道他是陛下这一届最满意的天子门生，当朝宰辅更是有意把女儿下嫁。
我爹目瞪口呆的摆手：“这不行，这不行！我儿子已经有媳妇了，你不要胡说。”他装出一脸沉痛道：“伯父啊，您可知您这个儿媳是什么人？他爹可是个被砍了脑袋的罪臣，而他本人更是下过大狱的，那哪里还有贞洁在？县下有官员因着这个说许兄不配为官，许兄迷了心窍，不肯休他。你们做父母的可得为他前程着想。”我早不是从前那个怕事的许和，闻言就想将他赶出去，娘却沉着脸问道：“那你觉得我们该把芸娘赶到哪里去？”他的嘴角不可抑制地翘了翘，说道：“其实那人从前跟我也有些情分，若伯父伯母觉得为难，我可以把他带走，不过是找个院子养着而已。”我再也收不住脾气，拿着茶水就想泼过去，还没来得及，就见我娘拿着一把大扫帚打了上去，边打边骂道：“我就知道你这个贼眉鼠眼的没安好心，睁开眼看看，那是我老许家的媳妇，就你这种跟我儿子比得扔的货色也敢抢，我打不死你！”正骂着，我爹拿个扁担也冲了上去，跟这种畜生啰嗦什么？赶紧打出去，别脏了家里地方。根本轮不着我出手，爹娘就这么一路把他打出了村子。可人打走了，他说的事却未必是假的。咬咬牙，我准备把真相告诉他们，谁知才开口说了一句，我娘就不耐烦地摆手道：“行了行了，我跟你爹又不是傻子，能不知道吗？”这次轮到我傻在原地，我娘白了我一眼：“家里就你最傻，连你都看出来了，我们能不知道？谁家丫鬟这么能耐，识字就算了，还能写出秀才公的文章？那主家傻了才会把它卖掉。哎，猜到归猜到，你哥喜欢能怎么办？而且你嫂子是真能干，日子嘛，糊里糊涂过才能家和。”原来早在那么久之前，他们就已经知道真相，还为了哥哥嫂嫂一直装傻过日子。再一次，我觉得我真是个会投胎的。笑嘻嘻地拉着娘的胳膊撒娇道：“您跟我爹一定是世上最好最好的父母。”我娘头一昂：“那当然，我跟你爹要是种不好，能生下你们？”话音刚落，嫂嫂回来了，她红着眼，跪下给爹娘深深磕了几个头。娘赶紧去拉她：“这有什么好跪的？做不了官就不做。谁能想京城的官管那么宽，还管别人娶什么媳妇？”爹也帮口道：“就是就是，我们本来也只指望大郎考个秀才开私塾，现下他在府城都出名了，那都可以开老大的私塾了。”嫂嫂还是不肯起，她哭道：“您不知道，可我知道啊，我知道我的身份会让他官途多坎坷，所以我才让他一口气连着考博个名声。娘，是我贪心不愿错过他，您怪我吧。”我娘低低叹了一声：“你知道不就是大郎知道吗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自己选的就自己扛着，我怨不着你。”嫂嫂这才抬起头道：“您甘心，可是我不甘心埋没相公，请您同意我亲自上京辩驳。”爹娘同意了，我私下问嫂嫂能有几分把握，她说那个败类家里的确依附宰府生存，陛下当是真的看重我哥，这样他有5分把握。但家里谁也没料到，乡亲们会给我们送来更大的依仗。我本以为大家知道嫂嫂的事后会躲着我家走，嫂嫂也做好了让我把作坊变成村产，不影响工人生活的准备。可嫂嫂临出发那天，田先生却带来了一张请命书，那上面布满大大小小各式笔记的签名，大部分写的还没有孩童齐整，
有些甚至是田先生代写名字，他们按手印。田先生说，全乡823户，一户不少，全都在上面。他们为哥哥嫂嫂求情，希望天下不要少一个好官。这一次，嫂嫂没有哭，她接过那封厚厚的文书，郑重地道谢。她说，她爹这一辈子都是个糊涂官，不贪腐，却也不懂民生，让治下的百姓吃了好多苦，所以他才尽他所能想要弥补一些，但最后还是百姓们还给他的更多。我跟爹娘从秋收等到冬雪，来年开春才等回一封信，信里的字神采飞扬。嫂嫂说他们赢了，陛下亲自给哥哥指了差事，一个叫琼海的地方的县令，全国数一数二的穷。朝里的人都觉得这是惩罚，不再反对，没人知道那正是哥哥的报复。信里还说那里的环境太恶劣，让我跟爹娘安心待在家里，但我爹娘是谁，才不听他们的呢？我刚治好，把作坊交给村里的张成，他们就马不停蹄地带着我上路。娘哼着气说，她的大孙子孙女说不定已经在嫂嫂肚子里，才不相信那2个圆房都磨磨唧唧的能照顾好。而我早就被嫂嫂养得不愿只在闺阁之中，行万里路，破万卷书，那是何等人生畅快事。到的时候正值傍晚，嫂嫂在满天红霞里跟空地上的人们讲着不该怎么知，他们激动地用我听不懂的方言提问，而嫂嫂晒黑了很多，一开口也是我听不懂的方言。不过一瞬，我仿佛看见这里以后也会变成另一个许家村，焕发着无限生机。我忍不住跳下马车，奔跑过去，像宣誓一样大喊道：“嫂嫂，我来帮你了。”